其实我食阿婆的菜包差不多有2年人咧，我是到也只事业其实做在做创球，因为讲大家已经学习到好学到关机会转来签，希望讲大家有限来了别不了的时间，该做在来试看看应该的菜包，然后其他位数有大概冇强龙的位数安样的。我之前就是做烘焙，然后很多食安风暴，然后我想说我卖的东西到底健康吗？然后后面就发现说我应该选择别条路，我可以自己掌控的。我当初会选择在北埔种芽菜，是因为这边空气好，然后水质好，在这边呢有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将芽菜推广出去。然后我的健康芽菜推广当然比较辛苦，但是我觉得我起心动念就希望把这个健康东西带给大家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强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强命多，好梅爱苦，谷一天。日下小满，雨下仙，梦中对风思念。西瓜清甜，梦里梦。太初本年苦渐渐，日久处处甜归烟，年年应团圆。日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今日来到北埔，两个有丰富历史底蕴的古城地图，我带大家来了解菜地的周边属意，还加认识北埔的擂茶。有看那一个后生人用的，转到自家故乡，接受经营人传统的菜包。还有一个哦，就空地北埔冷前蛋糕那个有机芽菜，来哩。北埔是土公人间客家移民开垦的基地，掠下传统田田时代改变的新元素，乡下存在伫北埔。伫掠个老庄头融合出新旧都有的乡人特质。老祖公开垦的过程，都掠下伫老街合的个风的地图，同样看得出这样是丰美的建筑特色咯。看到几道毕业，按倒出来没？印象最多也道毕业嘞。嘿，阿爸你好，我是民主，你系乜解呢？做米粉加好啦，晒米粉用的加好啦。阿爸，你做都懂好些耶，而且可以懂浪线，这本来吃困难么？哦，好啊，你要去做。我唔会让你用快铁。哦，你要做系啊？系啊，我想吃困难。你去做一手的哈妞。哎，那小姑娘，我养你啦。哦。呀，两一上的啊。哦。一用的熟都按泡的呀。系哦。这很要切下熟的哦。冇按泡做咧，系用手工的啦。用全部手工的。全部手工的。哇！我要逐遍来哦，全部用手工啦，用机器来做，唔得我咧用得啦。其实是按窗啊，啊，ทีนี้你冇为冇法得。不那么痛的。那用半熟呢？用豆儿吗？哎，用豆嘛，用豆。那用熟哦。系啊。用炸嘅哦。系啊。用熟哦。系哦。咁熟到熟么？唔会啦。按白做吼，你下已經凍熟，你就了嘅吼。咁你做就學做暗班，係咪做啫？你做同樣。從呢間做咧，從沙咁多去咯。唔好看阿爸做到強強鬆鬆哦，你也是係累積了幾下10年嘅功力，因為周邊係純手工做嘅，對頭做嘅都老做嘅基對鐵，
俩所以是经验么，大铺都做唔得青菜。含个天然材料做出来嘅竹蛋诶，也系竹路诶，都当适用格耐用哦。代表就会阿爸给传人哦，来你看呐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董总做都比阿爸还较强哎，好像更快哎。我比较年轻啊，可是他年轻也很快。爸爸的真功夫都给你，有传给你哈，有传的。那用甜点做几久的啊？做了3年多了。3年啦，那你之前嘞都会做嘛？在园区。干做嘛？你有没有想过会做的？因为人家园区都会科技新贵哎。啊，我不是科技新贵啊，因为我爸年纪大啦，就要回来帮忙。哦，对你的啊，哈来迄算几道推？做第5代啊。第5代，头牌就会做两个吗？以前我们做米螺、菜篮那一些起家的。就记得哦，做南美创作按用嘅来卖发价质感好嘞。现在价格不好，哈哈。真硬哦，可是这很费工哎。可是你如果卖太贵，别人嫌贵，他就不买啦。那你怎么想要继续做下去？我不想让我们家做了5代的行业继续就断了吧，因为这个还有人需要用。69年出世嘅李尚志大哥，当有保存传统竹编工艺嘅使命感，苦练了6年，才练出手艺。现在转到家乡上手艺嘅技术，变做第5代嘅竹编作家。大哥为想要将来北埔接下家传事业，除脱无想要本年纪大嘅阿爸继续辛苦，小无人好，还加希望延续也嘅技术传承下去。来到北埔亚道味的大家一定会直接想到北埔嘅擂茶。不过呢，你下食到嘅擂茶，其实係對傳統嘅擂茶改良過來哦。你下你以前嘅也嘅其他個，聽講佢老北埔嘅擂茶有動態關係哦。叫我來你前記。Hello， 其他個。嗨，明珠，你早，歡迎你到北埔來。咁樣想嚟攞體驗一下也嘅客家擂茶。好啊，歡迎，啲位數。好，來啲。徐志賢大哥係啲北埔大家，退伍過後轉到家鄉做園藝事業。在啲基隆市北埔農會總幹事嘅牽線之下，冇想到變做為老擂茶帶到北埔客家莊嘅第一手。故所結下嘅擂茶嘅原本，客家歷史我留佢推廣下去。大哥，我不瞞你說，我擂過很多次，但是呢，沒有一次是我自己可以完成的。好，等下呢，你看到兩個就擂白的，還有擂棍。大哥，我們就先來直接動作咯，因為要以後時間，對不對？嘿，你用產業這裡怕唔是邊樣到？係啊，本會嘅澎風茶。係，東方美人茶嘛，對不對？那我覺得都要有炒高的嘛，對不對？你買一般就好。按用一般。路邊人是兩個都係是鹹的。講我是報案的，今日準備嘅係甜的擂茶哦。所以咧係從茶飲用10萬包。聽講啊，都要北埔擂茶吼，唔係第3年。我提只快點啦！你客家擂茶到北埔嘅發展來講吼，最關鍵嘅一種人物係呢座農會嘅陳忠光先生，佢到北埔農會咧，有辦過200嘅個推廣會，繞場咧耆老，屋下有選擂茶嘅老人家來也表演韓國本現場嗰條人大家學，唔過嗰係學鹹嘅。哦，是鹹的，是薄的，對不對？還有米咧？後尾嘅發動結束至大家簽到啊。所以基上講，家下北埔就上來發展也觀光，本人客落來有隻好彩氣嘅，有文化嘅東西，所以佢建議當到北埔人，來做啲開擂茶店。可惜冇人咁開，擂茶大家唔識談過，所以唔識談過嘅東西用，哪有可能做得走生意？所以家下冇人咁開。
北埔擂茶嘅光景變化，就像埋建用嘅老泰國嘅人生扮腔下，嘅用是當勇敢嘅開店，老傳統擂茶改做甜味，沙丁沙順勢加入嘅 DIY 嘅互動，冇想到沙當數都分享，其他嗰啲個場地度經改良。列下研發出嚟擂茶粉，調配出含較多樣化嘅口味，本擂茶因為幾難先咯。泰哥列下已經冇好呀，看下地度含加列嘅粉呢。嘿，擂茶粉啊，少水沖來就在先咧。好，好，開始先啦。好，好來。列嘅粉嘅係味料，會本大家較方便，對不對？嘿。一開始嘅下應該冇。水做冇，嘿。哇！真見到香誒，而且家下已經有冇嗰個油脂散出來那種谷物誒香氣，含家嘅茶味味道碰風茶吼。唔係啊，調料啊，我看到就有啲料，不過好香。唔過按料會當香誒，而料就且你下地度總共有幾多種誒食材到了？因為大家冇共人，後挨到回放者，有茶有20種。哇！古上山東西過後，味道真見同多種變化誒，有嗰種谷物嘅香，還有茶味嘅嗰種甘。簡單講一下哦，有蓮子、薏仁、淮山、白果、芡實嗰種豆類、穀類、麥類，總共22種。哇！因為有漢藥材到下地度咧。係啊，因為我有學過啦。你有學過？係。因為有練過。面前就講，因為我也開始做一些。係做擂茶專賣店的一種形式，擂茶是做絲做擂茶啊，勝利是做擂茶，俺婆妹就加做客家菜，所以客家菜就變當甜，哦，食飯太2點左右就開始接擂茶，所以幾年冇休息，俺做差唔多到2004年的時間，甚至食材凍掉的，係凍掉，我太太都該。做些為所分得2倍，係，我這個嘛去到甚至當掉過，將去乾脆啦就結束，我就走去北京學中醫選擇調養身體。後來又繼續做，你為什麼會堅持咁樣來推廣呢個東西？後生嘛，就去到講，既然客家呢個族群按到台灣按冇上按隱性，係咩？後生人有機會做一隻同客家文化有辦法都去振興的一隻嘅事業，為當成事也係講有呢個機會，咪就是講，我已經開始做客家擂茶，未不做，反正有啲資源大家會來體驗啦。其他嗰個自家做一個客家人，希望為自家嘅文化做對嘅事情。擂茶係啲客家喜事嘅，佢會熱心嘅落身去做，咪係為了客家。就算呢個產業講緊清好嘅年代已經過去咧，其他個還係繼續打拼創新，目的當簡單，推廣擂茶，行個推廣北埔。早定出庭外，叫下來禮拜訪一個專項嘅後生人，後生搖搖嘅就接下阿婆嘅好孫兒，幫客家吹包傳承飄香。Hello， 小鐘，我來咧。你好。哎呀，我來是鳥吹包。做得。因為俺後生去做調羹哦。係啊，因為當輩係阿婆哋街擺攤咧賣，街後輩嗌退伍以後是想講，自家可以跟店來做吹包咁樣嘅。哇！趙俊義，北埔客家後生人，只係阿婆土太嘅，兩隻阿婆嘅感情當好，將25歲嘅佢。元旦啲陸軍做4年1班長，病了就會轉來老阿婆聽書。看到阿婆嘅年紀見來見太，本阿婆土太嘅佢都唔盼得，故所決定退伍過後學做吹包，行個開店傳承數年。阿婆用做得冇？幾十錢，剛才有一隻錢收有點太少，他常常會太少會怎麼樣？太少就比較包起來是用誰家㗎？哈？養人好生唔包？咩啊？平太差唔多太。平太行，對不對？對呀。頭擺冇一間店嘅，對不對？哎。你去下做起來拿出去賣啊？係啊，佢嘅店面攞擺啲滷產嘅啦，滷產。
路边摊，小时候细细就听阿婆做哦，嘿，真的哦，从小是天气强阿买。哇哦嘿，从细就天天给他做，可是小时候小朋友没有办法做这些啊。所以应该是田到去买去，其他那种农疗我以为冇会该唔晓，因为遐动作该好复杂的，咪冇嘛这个学，应该是走来走好看送的。像时喊水，平时喊谁对不对？差不多3年生。30年生左右，然后是老去天天买。3、4年级就要开始卖嘿啊！哇，阿婆看你看你做的，可能觉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佢確實未歡喜啦，佢係壓力好大。為什麼會有壓力？因為知道講，唔知應該做會好唔好啊，為到佢嘅命上打敗的。哇，真的！它整出來，但像看起來嘅皮卷有沒有甜下下沒？就會按牛的米湯，才叫做阿婆的菜包這樣。唔知應該做會好唔好啊，為到佢嘅命上打敗的。啊，真的，你會剛剛用哦？哎呀，那个这样。一開始在嘗試這些開店啊，做完用標準化嗰時，有冇講過阿婆冇判？阿婆一開始有反抗嗎？因為開始其實唔止阿婆佢反對啊，哦，剛剛媽媽佢咪有反對，佢咪唔希望講嗌你開店啦。佢是講吃蛋買菜包按用嘅吼，開間店啊。凍幸福。勝利，嘿，除了凍幸福哦，勝利有一棟好哦，冇簡單啦。剛開始試到講冇市容的地，係啊。剛開始講好開始試看看，嘿，因為阿婆其實佢當初買勝利是慢慢走的咧，應該佢買到後尾是都冇買嘅，點解買？因為是全部本給他煮溫睇咧，嘿。阿婆呀，他做午餐就買，對不對？係啊。按要來出來按啫。佢波卡教訓差不多3點兩紅葱，哇！然後10塊錢包，因為佢都現做啊。3點塊錢包，嘿。而且糖果年料跟鴨貝這個是什麼？魚味鴨貝對不對？就是自家一張。基本自家一張，以前咪自家一張。你也沒有起來食？你這個是你也在懂後宮誒。中哦，有這個。你也沒起來中誒哦。哇！小周一開始接下菜包事業，其實阿婆做出小片呢，先將觀念嘅茶片，本期都用嚟當長嘅時間來溝通。唔過時間就像此景色，品質嘅堅持，留對效率嘅提升，本當到人誠實。阿婆看得順呢，天天呢做到當問題呢，咪就悄悄嘅表現下來，點都係無條件嘅來留佢支持。真好食，阿無恨阿婆叫我來食。阿婆哋後背肯點解實包菜包？趕進度的。係，冇叫我來咁出。哇，你看它整出來，但像看起來個皮卷有沒有金閃閃的？可以的就當醬顏色，而且有點透亮，有點透光，這樣對不對？超飽滿，你看。啊，試看哦，好。就會按牛的米湯，才叫做阿婆的菜包這樣。而且那個葉啊、豆香，葉都阿婆下食哦。係一間自家要準備掉，然後試下把淋沙蓋掉咪會走落去半夜。而且，天哪，這個柚子葉，我第一擺是都用魚尾葉整的啊。因為它都不可以用狗用葉，可是這個柚子好香哦，真的有魚尾香氣耶。而且你看。這可以說是爆漿菜包哎！客家人如果真的來吃豆漿牛肉菜包，就提供這種料跟這種皮的味道，這還真給呢不卡嘅米湯。係，一般上咧，如果就好少人用，因為你啊全部用嗰種紙啊，然後可以貼喺底下。哦，對，它都就會用整的紙哎，對不對？以前嘅農人家己全部做菜包都係用了油嘅汁啦，因為你白鋪你片順好多啦。係，該其他為所沒有已經用成講該椰漿花嘅種。對。
小周讲，平常准备了的就用得起也到大部分嘅时间，但像我处理油嘅叶，就非常嘅好事好工。嘅油嘅叶嘅米丝，透过高温天天内浸熱到脆包搭嘅角頭，本了只長長嘅脆包，搭出到溫度嘅油嘅葉嘅香味，食起來很較上癮哦。就湿度按钮的东西啊，你会吃过像是有回到家味道，因为它请到冲按钮的米头啊，真的已经很难找了。对呀，跟你按后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跟用时你想要转了，推应过后转了的时间还那么年轻。做菜包爱摸上当到啦，该是从事天下坡强下买，该买管类，然后没看到台，该爱其实是，因为讲爱做饼做完球咧，爱做差不多5年6年有咧，该爱想讲，自家出来会比较投入来做，该爱有5号去该公司上班，爱想讲该是某时来接阿婆的手艺来做下去安样嘅，该爱是。想讲，来自家开间店，试看呐，对不对？试看，试一下，试看。就是刚刚都会做咖时间，阿婆没有讲到啊，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害怕，有没有可以给人家们？阿婆说像有店租的消耗啊，然后另外就是你又要把它标准化嘛，会强啊，那你要，就是很多磨合讲到问题，比如讲，一间店要用板开，然后东西用板摆开掉。不管係地背、毛背，全部都會處理，然後全部是自家嘅生意，咁自家去解決。冇因為啦咁講做得做唔得，因為你啲東西基本唔敢咁講做得做唔得，因為處理兩啲。應講條條馬鈴薯寒酸，大方其實都動辛苦啦。每一天在起床的時候都想要做 Q 一件事情，可是這是很實實在在的。是好冇該到嘅時間去做配方嘅事情啊，因為你係強度功咧，你菜包凍到該密碼嘛接的些，所以因為處理了越濃解啊用的，該是變講自家嘅時間是好少啦，該是變時間是拖啲點而拖係咧，咁個咧其實應水太歡喜嘅是講，應學識到，然後會按我講會好選，然後會多咗來簽，應是對應來講是水太嗰種。成就感，真的就是看到人下都滿足嘅用嘅。一隻細細嘅菜包，唔但將分享好美食，還個包含埋對阿婆痛惜嘅心意。對於兩細談茶都已經太點面，做得成功冇簡單。小周輕輕鬆鬆講出嚟其中嘅樂傷和心酸，親身來做表現其親實際嘅經營方式。都準備了嘅，都賣出去，全部都自家來做。喺上人轉向創業，其實唔係再講聽聽，流出來嘅汗，仲會證明出來家嘅成功。沙等來啲吃食啊，啲北埔冷錢蛋糕，清甜嘅挑菜，還個來去看啊背後勵志嘅故事。Hello， 海偉，我來了，安坐。哇，對山東嘅冷錢比較冷吼。對，比較冷，很冷啊。來香港今日呀，唐港有種芽嘅芽菜，是不是？對，我們種芽菜。哇。對啊，都健康的，都吃北埔冷泉的水。都吃北埔冷泉的水。曾大偉、陶然客家人，15歲就去到麵包店來學師嘅，到26歲。有一年的語言讀到一個長存到100年生命嘅朋友。佢採過嘅面容，留傷心嘅樣嘅，本佢動態嘅震撼。古時候啲得狂傾嘅重要，對佢下意識仲有佢偷菜，希望透過無毒作物嘅栽培，行個老健賣出去，向沙皮太中來取個安全友善嘅食材。你看老鹽落來哦。對啊，先加鹽巴進來，該不會這個水是冷泉吧？這個冷泉，對，沒錯。真的哦。對，我們要先去洗豆子，然後選豆子。洗頭誒，選頭誒。對。你還可以綠頭誒，是有怎麼樣特別選過的嗎？有機認證的，哦，進口的，這樣才有辦法做出好的芽菜，這樣。對，沒錯。我們將它先選豆，現在要選豆子。所以剛剛會注意嗎？該要不要注意什麼？要注意就是選那個比較不好的，不好的要把它挑起來，不然到栽培下去會有影響。會有嗎？該影響啊？會有那個病菌，
是哦，对，会有病菌哦。对，它盐水重呢要消毒，把那表面病菌带走。这就真的会是一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。对，整桶就会烂掉。真的？对，因为第一个，它豆子如果烂掉啊，它会开始，因为我们下去会水根栽培嘛，那栽培以后它就会慢慢烂，然后腐烂就扩散其他的传染这样。对，健康的芽菜。用鹽水洗清綠體位來殺菌，行家老廢鐵嘅體位脫鐵，則唔會影響發芽啲。因為有機栽培嘅作物表面有卡到嘅菌種，故所洗體位嘅嘗試係講冇處理好，種下去是會面鐵咯。洗好嘅體位，沙丁就會送入到發芽間，天天呢本佢生出來。來，明珠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。這什麼地方？對，你進去不要嚇到哦。有沒有暗手手的呀？對啊，這個有點像拍鬼片啊。哦，哇，已經長好了。我想拉拉看。好，可以啊。感覺非常療癒，而且它長得好扎實哦。對，很整齊。很密，很整齊耶！你看，跟我的臉一樣長哎。這個有點像拍鬼片啊。哇，這什麼地方啊？我們這邊就是敷牙間。怎麼這樣子有點陰陰森森的？對啊，因為我們那個就是點綠光，就是防止我們綠豆芽變成綠色。吃到正常光的話，它就會長出綠葉。哦。對，綠葉的話它就會苦。原來是這樣。對對對。我知道這樣要給搶功。對對對。那你現在帶我去看。我現在帶你看芽菜，我們來看一下，這是我們現在剛剛種出來的，就是前7天，對，大概7天狀態。哦，木樹芽。對對對。哇哦，這個是綠豆芽。對，這綠豆你可以看一下。哇哦。對。這可以生吃，對不對？這可以吃，可是現在比較短，會比較苦一點。哦。對，長一點就比較甜。這個嘞？這是黑豆。黑豆芽。對。好酷哦！幾長幾層咩？多深啊？它大概多深嗎？一直到最底下。這麼長。它從這邊一直長出來。跟我們一般吃的芽菜不就是差不多這樣長？對，可是它會一直堆一疊，一直推上去，推上去。對啊。我們這一根管子就是灑水的。灑水的。對，自動灑水。所以讓它流下來，全部都會冷泉就xong哎。對，我們不只有冷泉，還有乳酸菌。嫩酸菌。對，乳酸菌我們自己培養的，因為這樣芽菜會比較健康。哦。對。發芽間嘅溫度大約係控制喺20度邊內，平均4點鐘會噴100水，除了補充水分，還可用來降溫，防止生出細菌。另外，認真挑出啲栽培嘅高長度，係講有太多嘅雜菌就會滅掉。故所懷為啲發挑出嘅水度，加添嘅牛嫩皮肉嘅嫩酸菌，防止辛苦了嗆嗆。然後我們這邊就是黃豆啊，剛開始的。對，剛開始的黃豆。哦。對，小小的。然後這個就是紅豆。這是紅豆芽是季節限定的，我們只有夏天才有。哇。對，這吃得非常好。真的。因為它根部含有大量的酵素。哦。對，然後這吃了應該會年輕好幾歲。你再說一次。好了沒有？真見啊，對細蚊運動好係冇？對。做乜嘅風體會是寒甜甜也甜嘞？因為我們夏天啊，夏天其實是芽菜的旺季，賣得最好。因為吃了很涼爽。那紅豆基本上它生長速度非常非常慢，是一般的芽菜2倍時間，所以我們只有夏天才會限定這紅豆芽。像綠豆啊那些就是全年都會生長。像我們這個就是芽菜部分就是7到12天，可是像外面啊，因為他們就是我有加一些比較不好的東西，它大概3天採收期就起來了。而且他們種的桶子非常的大，應該是我們這個桶子的8倍。他們一次就種那麼大量，然後用機器去採收、機器清洗，然後我們這都要人工去清洗，因為我們這根比較長，根太長了，就是洗的時候它就會打結。對，用機器就是機器它沒辦法做到了。全部純手工，包括一開始脫體位都會手工的呢。對，傳統是都會給芽出來，會比較胖胖的。對，沒錯。我以為它是吸到水。沒有沒有，正常那麼胖的話是不正常的，正常應該是比較苗條一點。正常會像按牛會差不多態勢，對不對？對，沒錯。地點下重視利潤老量化嘅市場機制下，而是到純天然生出來嘅有機挑菜，點都係越來越困難咧。
为了爱情完全无污染过嘅土地到泉水，怀为嘅用使用嘅将近3年lang嘅时间，挣脱嘅系啲白葡，意思也嘅当好嘅水质老空气来发出抗天无土嘅调菜。哇哦，这个就是已经3号 C 嘅，已经长好了。我想拉拉看，好，可以啊，感觉非常疗愈。对啊，而且它长得好扎实哦，对，很整齐，很密，很整齐耶。这是绿豆芽，对不对？对，绿豆芽。天啊，看起来个茎真嘅黑 U 虫，而且是很透亮哎吼。对啊，天然生长的话，根就是那么长。真的。对，跟芽体就1比1。你看，跟我的脸一样长哎，真的。对，我脸比他长。好酷哦！哎，所以奶店你不是说很干净吗？我们为什么还要清洗啊？因为要去壳，因为客人他买回去他不知道壳怎么处理。去壳？对，绿豆壳。对，绿豆壳，他们有些人不吃，对啊，大部分人都不吃绿豆壳。哇，原来都低度啊，某洲都一般的拱先的发，它真的长出来就是不会长出绿叶来，也不会苦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这个甘甜，很甘甜哦，对，非常脆。哇，这种冷泉种出来的应该味道会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。我们这冷泉的话，微量元素很高，然后这个很清脆，好脆，真的很新鲜很脆。这可以这样吃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吃啊，对，直接很甜，好甜哦，哎，水分好高啊。对，可是一般来说的话，就看我建议那种散色，对不对？对，生吃还是希望有稍微煮一下下，稍微煮一下会比较安全。对，因为虽然这真的都很干净这样子，可是我们在包装出去的时候，难免会有些落菌。对，建议就是稍微用热水烫过一下。你很在意这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很在意这个，因为我觉得重点是我们推这么健康的东西，当然希望人家吃的健康。那我就是建议，就是生食可以，但是一定要经过热水煮滚，然后烫一下就可以了。现在天然嘅调菜更较长，是做得用人工来洗，冇办法用机器推理。洗嘅动作听起来强强嘅，真唔会伤到调菜。另外，调菜嘅表面要调好，比了本小比杂买进去，唔是爱过处理，故受啲洗嘅高层底度，为顺沙留调好清剔咯。我给你介绍我妈妈，她今天教我们做了好几道好吃的芽菜料理。您做欢迎欢迎，谢谢。我教你做是芽菜，很好吃的芽菜，真的哈。好。仓石平太子、宝山客家人，同年来食材，俺家祖宗精心养成嘅技，对食材嘅选择同料理嘅品质，俺家系同认真哦。各位食材嘅观众朋友有好福气咧！今日就同你挨老太子来合作简单嘅好面食，抗欠无负担嘅在调菜料理。好，太子睇出春你要搞来做嘛？该嚟。汪头鸭，翁条鸭，哎，要炒什么？这个吗？泡头菇啊，哦，那个素肉，呀，出春你有我名的吗？红烧黄豆，红烧红红豆，烧两个翁条鸭，是不是哎哎哎？好，因为煮这个豆芽菜的时候，因为要移动嫩，哎，这个是要怎么煮才会不伤到它的营养价值？就是滚的时候莫滚伤久，时间动好就好。时间动重要，对不对？来，安尼种，那这位先不用去标条哈。哎，好，条菇，这一起放，哎，一起放，是素的，对不哎，对？对，食材耶。食材，而且不要被调了这样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猴头菇很吸汁哎，它吃起来也有一种像是素肉的口感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条啊，它不会，它咬手骨时候看蛮标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可是，一般我来吃的时候，都这个豆子都没了哎，都不用去头去尾吗？所以它营养在这一边。哦，不说要留蛋哦，青条老青米的地方要留蛋。好，那我就放下去喽。啊，你炒的哈，有点扭点就后尾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红烧哎，红烧要焖，要焖哦，要煮要控。比 TV high 对不对？哎对。都有体味香味散出来哈。炒一下，而且用沾了，用那个。溜溜的调味哈，对不对？哎 ，Tell you。好，好，
炒一下，然后给吸水分一下，对不对？再放这个水。必吸吼。嗯，好，我们放水，然后可以必吸害。不过重点呢，就是那个蒙天啊，很新鲜，不用把它去头去尾，那有重要的营养价值哦。黄跳跳菜食变成就代表做得熟成呢，认真相比则较高，建议要做较熟的味装饰。一般嘅传统原跳菜料理系热铁调味，是传到冬昂节系比料口感。不过天然嘅跳菜唔是按样处理，因为植物嘅调味有轻度嘅滋养滴滴度哦。太极天你出菜，准备这么丰富的料哦。你还做乜嘅嘞？炒菜呀，你还切皮下嘅是不是？这个是那个绿豆芽调菜。绿豆啊，就一起混合炒。什锦是不是？对对，什锦。OK， 产要炒。不以前比较红，对不对？这样是油哦。对呀，等个哈。这味道要先拿出来，好，现在可以倒油。刚刚主要是要让它香菇味道出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放油。好，木耳下去。蜜，好，好香哦。过来一个红萝卜要下去，安菜头，风彩挑，对啦，有黏液没走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？这三种一起。彩椒，金波尼亚跟芹菜。我发现2道菜都是芽菜，都是最后加。对。还有哪一部分都会轻奔一标，代表它是最嫩的喽。对，对不对？好脆哦。但像懂这，还可以做到这种菜味跟香味都极度，而且好多水分哦。芽菜都喝杯不冷泉，因为特别脆。好，那我就放下去喽。做嘛加个黄跳牙要特别加个要用快炒的嘞？因为它属性不同样，不同样。黄跳牙它头比较好感。这个它的纤维值又比较高。纤维值比较高，所以它适合煮久一点点，对不对？这又看嫩一些嘞。大家这清炒一下就好了，不用炒得太久。太久它的会失去它的营养成分。所以记得就是煮鸭跟芽菜料理的时间把握是关键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绿跳跳菜食变成其实很较好食，这是只清甜哦，唔系因为用吧，系因为变熟嘅表现。在料理方面，时间总唔得超过1分钟。另外，如果愿意讲，真金唔讲补点，一炒下去就清楚咧。天然冇用药嘅有機跳菜，就算喺煮嘅過程地度，同樣會保持簡單嘅樣嘅老菜圖。哇，你看你他做蛋糕，一个简单嘅芽菜，今天变化出这么多料理。太极，你刚刚搞的做料，红烧啊、什锦，还有清炒哎哦。那这个谁做的？那你做菜。泡菜我做了，真的，对，所以你都是负责想东西，滚妈妈去做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想出主意叫他们去做的，劳动他喊着煮同案呢，很多变化。那我先来吃原味的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大家来，我们就 Q 它了享用后，我先来吃一下清炒的，加黑绿豆芽，对不对？对，绿豆芽，好。好脆哦。单香懂这，而且呢，那个菜味的部分啊很有嚼劲之外，还可以做到这种菜味跟香味都极度，而且好多水分哦。对，水分很多，因为我这边芽菜都喝杯部冷泉，然后吃到还有乳酸菌，所以特别脆。所以我现在吃到的芽菜的水分也可以冷泉就错了。对，冷泉的芽菜。好酷哦。咱这样糖家上面就只有冻青菜，而且重点是加个芽菜水分又多，吃起来又清甜的。对，又清甜，脆的。菜味香味浓久，而且吃的很健康。刚好了煮的这个阿姨刚来做的两个是红烧，对不对？你是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放菇类在里面。可是其实这个豆芽菜应该那底都有懂得这种吃不新的软拍子，对不对？
对，它本身还有很多蛋白质，哈，那个吃了身体比较健康。对，可以跟你一样有皮肤紧紧嘛。会会哈。对啊。好，那来就吃这款那两个两种红烧的，这个是凤跳鸭，对不对？非常的脆。要给我懂这个重点是，它要比这个更有嚼劲。对，因为它纤维质高。两个米头有一些就相对是挑能用的那种黄豆的香气啊。对，它还有加上黄豆香气，那绿豆就是属于清甜、甘甜，然后脆。加给小米子冬菇，如果说我们刚刚还没有煮那么久的话，我猜大概不是那么好咬。因为它纤维质高，所以一定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去烹煮。不然纤维质太高的话，咬的时候会咬不到。焖煮对不对？一定要焖煮。对，然后呢是那个什锦的部分，那个就用黑绿条鸭嘛，对不对？试试看哦。条鸭居然用老蛋嘛个炒，也就 keep 住嘛个米头。这边是用冷钱做出来，有的人讲讲这种是上出的时间不会有一种寒米，讲讲会上爽的米头。可是这个我猜，就算它连生吃都会很清甜。对，因为它这个冷泉种出来啦，它密度比较够。不像外面有没有密度没有那么够的话，在料的时候它就缩水，会变很小的，它就会密度够，所以吃起来很甘甜，然后又脆。一般的来讲啊，这个会卡夹油水，可是我们刚才懂就放多少量下去，给炒出来就差不多黑暗的啊。对，它不会缩小，它吃起来就是对身体健康，然后对身体也有帮助。北埔冷前發出來嘅有機透菜，無論係做黃金泡菜，也係摘菜強下煮入湯，都使嚟到透菜本身涼涼嘅清甜，同時又有當脆嘅口感，食起來清爽又開皮，本人軟唔吃，熱後沙定熱後，唔盼得留塊嘅冰下來，啲嘴都濕濕滾嘅口感，就像講出嚟也嘅好味絲。都要按之年的反应低度啊，像这省的都要去发现哦，这里生态是很完整的。会不会有啾啾棍那上水上，要很多 Q 的时间，有很多的小虫啊，包括你说夏天还有萤火虫的凤阳虫都那样倒闭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，非常多，然后非常漂亮。对，所以你那时候现在2中亚雅出来时间。会挑在这个地方，其实一定有你的原因喽。有，因为它生态保持很完整，然后加上它水质真的非常好，上游处啊没有污染，因为没有人在种果树啊，没有人在种菜。然后我当初选这边，就是因为那个地势真的非常好。你年代还都会做烘焙嘛？对。为什么我想要转到亚岛毕业了，做安用跟芽菜嘞？因为当初我在医院做面包嘛。那我常遇到那种癌症病患，然后我在做的当下，就是蛮多客人会来找天然的面包。那当初我就遇到一位大姐就是她跟我说，她癌症，医生判她剩1个月的寿命，对，她希望能找到天然的面包吃。然后那件事情让我受到还蛮大的影响，因为我在医院看到很多生老病死，对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是不是该做个比较健康的事业，去帮助人家？然后后面是因为我爸有在做农夫嘛，他本身有接触一些芽菜，然后后面我想说，那我们干脆来做芽菜，所以我把我家人全部一起拖下来，对，一起做这健康的事业。妈妈给我什么想过？哎呀，我讲嘛，不会啊，是比较辛苦啦。零开始不是比较辛苦啊，全部一步一步要去经营啊，所以要种的话都。要慢慢去吸收那些经验那些虽然有一点他宝宝有经验，可是你还要从中去摸索。他种出来你要销售出去的话，又一步又比较辛苦，他比较辛苦，大家都跟你他一起辛苦。可是规步卡你做 Q 哈粥，应该也是就是会卡食材，习惯度会觉得比较是特别些的。对。那销售部分啦，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真的跑过很多面店，我大概跑3000家吧。然后其实每天一直被拒绝，我想说为什么我被拒绝？后面找原因就是因为价格，对，因为我们种有机的东西啊，价格落差其实很大。那面店基本上他们成本的考量，他们不会去用这种东西。还有我们的芽菜啊，
量又拼不赢人家，然后价格又不可能卖那么便宜。我现在就是转换方向，以后会有跑卖场啊，像卖场跟农会系统的直销站啊，现在铺的还蛮顺利，消费者也慢慢有去认同。推广它是真的很难，可是对现在目前对我来说，我觉得理念的推广非常重要。对，那个钱倒是还好，只要能过活，我都觉得还 OK。重点是跟小农一起奋斗啊，我们一起为这块土地努力。我相信应该再过10年或20年之后啊，我们台湾能够一个崭新的格局。怀维基地天下无便宜又好嘅东西，加添肉嘅作物价是虽然便宜，唔过啥不低不高，开到骗人嘅空间。行家啲两下人嘅消费，行去单单买便宜嘅东西，社会上按用涉案出嚟问题，本怀维行家知道，而亲自家嘅里头，开启一份使命，好好推广生农教育，一啲一啲咧来教会消费者，现在无通农业嘅重要性。北埔两个伫古上当个打造出来嘅小厂，新老旧相应嘅融合，金丹枪保留嘅菜地嘅元素，然后都一群后生人，也就想去延续传统嘅形象。每就像伫北埔人前当个嘅一个怀怀，佢利用菜地当好嘅山水环境，种出来强菜嘅秘密。我记得咯，靓丽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晝後面先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分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田。烈下小曼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里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，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，十半夜，四季輪迴。